妹来，卡达车、控鸣车，控鸣车，啊，还有啥？后边别使讲，后边别使打我拍讲讲我讲哦。哦，哎呦，来吹牛票，来喽！ 4、3、2、1，欢迎咱的好事中心会队长，咱的郝秋明。华语叫做好聪明，是。阮啊，阮就是台湾上欠钱的拢来啊！带小孩去，这吼就是阮兜吼上缘投的碎青肉，嘿，睡起嘛，小鲜肉，小鲜肉，是对啦，你讲对啦。有气的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Ken Ken。人欠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伊的水某詹雅兰。台湾上犀利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雅兰的上细汉的小妹，叫金有钱。金有欢迎你，好妹妹的边仔哩，嘛是我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伊的妹妹。哦，我叫做金如的。哦，金鹿的，金如哦， bingo，哎呦，拜托，你这老逼这是要创啥？啊，你就已经赢你。我是最后的啊，为什么要垂死挣扎你？因为你名好讲啊，你好对。不是，我即摆是有一个希望啦。你们希望你若要这个环境吼，去食的会使每一项物件都摕来内底一个无？哦，你这个建议袂歹哦。所以讲你不够腰，你根本就无你受社会嘛，对吧？而且恁拄拄啊讲囡仔咧讲。西迪亚吧，我嘛山猪乳，山猪，赞！好，我要出题啊！来 ，Kevin 先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？之前吼，美国的 CNN 有讲过，咱这的日月潭的自行车步道是全世界10大全最美的自行车步道。啊，你遮吼，你拿来租一个自行车吼，你嘛会当环岛吼同时会当享受这个日月潭的风景呢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。恁敢知影自行车3种台语的讲法有啥物款呢？请问自行车台语有多3种讲法自呢？行车哦，有3种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来，接下来。是啊，不要紧嘛。卡达车，卡达车，控鸣车，控鸣车，啊，还有啥？后边别使讲，后边别使打拍我讲讲我讲哦。哦，哎呦，吹牛票，来喽！4、3、2、1，卡达车，控鸣车。好，时间到。感谢，安尼我bingo，来，咱嘛是我知，咱机会来表演者。啊，你别阿边安尼哦。嗨呀！迄两个还有一项是 T 背，哎呦，哦，有影。不要紧啦，这你的地位，是你确定哦？队长无浪费啊！哦，来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啊，你爱讲3种啊？你甲咱讲拄只人讲嘿讲。 T 背卡达车，好好。哦，这表示你安尼变数有意思叮，老师，嘿，恭喜哦，恭喜队长得分哦，1分哦。以前的人较想呀吼，控鸣车定听到吼。对啊。啊，不过吼，这种讲法有的控鸣车，这有的嘛是有讲法的无共款。咱来听老师啊，来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其实唔是这3种。哦。哎，搁有迄个对日本去修的自转车、自轮车、动轮车、空轮车等等，拢是这个卡达车的讲法对。